雄的工艺博物馆有一个兵马俑的展览，其中一个面谱比对的游戏，讲软体意思是来自中国，有自安的语录，议员建议大家卖算卡套动。 充满神秘色彩世界文化遗产金条兵马俑第4摆来台湾展览，用 3D 拍影方式呈现兵马俑原本的外貌和装备等等细节。只不过主办展览的4大单位内底，其中有3个拢是中国组织。高雄市议员张宝友嘛特别点出，中国宋庆龄基金会宗旨写明促进祖国统一，就和唯一的台湾主办单位立场嘛正相头。是有这个所谓的中华汉维文化推广协会，这个协会其实就是在习近平日前20大喊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这样一个中国梦要来统一台湾的时候，高分贝的对着媒体讲说，他们也会支持这样子的一个行动，而且会愿意来做出贡献的一个协会。同时展览有另外一项兵马俑面部比对游戏。 参观的民众翕一张家己的相片，团起来比。不过，安尼一个翕，民众的面部敢会互收集，引起治安的记录。今天是一个统战团体举办的活动，又用这样子的一个来自中国软体的机台来收集民众的大数据，我们当然会认为有治安疑虑。教育部管辖的高雄科工馆发出声明表会，合约内容讲到，袂当使用大陆软体和硬体服务。活动单元设备产地嘛拢是来自台湾，不过面对这证据，科工馆即马要求主办单位搁一摆调查清楚，软硬体并不是中国制造。同时，民众翕家己的相片，嘛绝对袂当传起你线顶网站。 Hello， 我是林仙怡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